请收看《古井情深》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。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无够可能！所长，银行头家这个笔录拢已经做好啊。伊讲吼，廖俊义去甲买金仔了后，月头夜枪倒转来来抢。讲伊虽然吼有注意安全无啊，不过看伊的穿插甲伊的体型吼，伊指认就是廖俊义所做。真无道理。我较想，嘛无这道理。所长啊，你是毋是认为讲这件案件毋是廖俊义所做？疑点真多，爱详细调查。小等，这个青头，你摕做弹道比对，若无我的命令，警务就无做到。嘛，恁对媒体发表任何消息。是。啊，你毋是要去田恁那个倒转来？本来是要去田顺顺的啦，因为我出去惊去用撞着啦。人是去惊拄到鬼，啊拄到人哪有啥物要紧？拄到人无要紧，迄若讲甲遐个人啊，踮咧我面头前讲串话啦，是安尼糊糊塌塌啦，啊尻川后才甲恁要错干六条啦，也无想讲厝边头已经遐尼久安尼，连甲一点点仔人情味都无，恁袂甘愿交鬼啦？迄是你哦，看无详细啦，死爱民主，爱听好听的啦，要怪啥？我若讲一句啊，你就安尼应遐侪句哦。甲你讲无法做啦。你哦，大细心啦，对天命啊无公平啦。哎呦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老的啊，天命啊是你的大汉囝呢，啊你心目中啊注意啊一个人，你也无想天命今年几岁啊？大武人大武种呢，啊你伫人无我囝面头前爱拍就通拍，爱骂就通骂，你爱民主，人伊免爱民主。哼，恁妈伫咧讲话，伊若莫敢袂应水应字，伊若莫踮咧看小弟无起，买个怨赌因小弟，我就袂该拍啦。大兄无甲一个大兄度量。哎呦，天命啊，真是讲有讲无守，拍无爱赔啦。细汉啊，准也伫外口相拍冤家呢，拢无代志，拢天命啊去替伊担呢。啊，你敢袂煞晓？迄本来就是伊做大兄的责任啦。好啦，
我看你吼，规气财产分互兄弟啊啦，啊，我来甲天明吃啦，啊，搬咧鸡仔买大，免咧互你规家走了，看你目孔赤啦。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嘿？啊，无我安尼唔着心。阿母，啊，文成转来，阿爸，无你找唔到，你等下要创啥？啊，毋是讲明仔载，阿爸你要做60岁大寿，啊要办到请人客，敢无啊？你问恁老母就知影啦。阿母啊，啊你今仔敢甲伊大细声，啊，佮讲要分财产的代志？煞唔敢，啊，好嘛一世人啊，因两外甲唔对哟，煞袂用的。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煞袂啊，阮老的咧老饭店啦，哈，你起笑啊，念你要做生意啦，啊，即摆咱唔啊啦，啊，念要请人，即摆佫唔请人啊啦。安尼哦，我一大路才转来，啊煞无菜啥通食。嘿，啊恁细了即口罩乃生即种型啊？为着要办恁6块道吼，阮已经减趁足济啊呢。恁这吼明明是咧糟蹋人啦哈，啊摕即点仔钱哦是要创啥啦？阮道志上啊吼，为着要敬喜互恁用，甲这人啊搁伫渔港还袂转来啦哈。人迄馆长吼咧带新妇哦，办百外块道叫伊去煮，伊都还阁无遮认真啦。吼啊，等你整哦，喊一声歹办就歹办哦。啊摕即点仔钱，当这是要补啥啦？敢讲阮摕安尼，互你敢无高兴？无你等去问道志上啊，看我保伊偌济嘛，叫来找阮算伊也收咧。安怎？大尾罗毛搬出来，安尼我就惊你哦！我甲你讲啦，无遐尼简单就煞啦。厝内底出一个罗毛，是咧摇摆声的，行到倒位都想要食人拗人哈。我甲你讲，毋是大家拢遐尼软啦。啊，若要行倒烧台哦，大家还阁食拼的啦，骗啥物罗毛啊？做罗毛的哦，是阮小弟啦，罗毛甲阮无关系啦。恁莫一支喙当要细细念啦。我看哦，你还是叫恁道志上啊，鱼也唔通我买啦。恁若收慢去哦，恁道志上野菜都是抬你，唔是抬阮啦。你安怎？道志嫂啊，啊免叫我洗啦。知影大嫂，啊恁甲道志嫂到底是安怎样啊？啊，无你有代志啦。阿弟啊，你即摆家己人转来哦？你咧做你无陪你做伙转来？伊都无用咧。来，无来也好啦，较袂加闹气啦。阿爸讲哦，临时无爱请人啦，啊，拄则就是为着替代的代志哦，甲道志嫂咧拗两拗袂清啦。有甲一间暗无开，敢会是插头食案，当作无发生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杨哥，对付准义啊这种卡潲，闹出来这么麻烦呢？看是要安怎？你讲一声，我空标的，随时叫我安怎？你要对付正义啊，无法度简单。杨哥，迄是你也将伊当作是好。那我空标的目睭来啊，准义啊是这么仔囝，就算讲以前外歹外凶啦，即摆呢无了无下，也袂加人啊。空票，我乌良心比即摆互你一只好，我要爱正义啊，一只猫，乖乖去踮我的脚边。空票，你去报消息，做大媒记者，包括3台、4台，或者无所不至台的记者，叫人去找阮老的头家，问早起的请。杨哥，即摆是下班时间呢，我通知记者，应该要地去。我叫你去，你就去。你著甲因讲是头条的新闻，大家若听到啊，一定会拼头前。咱就免费先特准伊啊拍一下广告，互伊出名者。啊，你一直看，你是在看啥？看毋捌啊？哦，你看无？你愈来愈水。
你的喙当是学到遮尔甜，有问题哦。我发觉吼，你自从甲罗总带去洗温泉转来，这2天心情特别好咧，是有啥物好代志？你实在有够厉害咧！无怪讲啥物代志哦，拢无法度拢甲你讲。知影我厉害就好。妈，你老实甲我交出来。你也煞毋知影，到阮大去洗温泉，阮大甲我讲，叫我心理上不三时了有一个准备，伊会为要我找，讲叫我做菜市口的工作。你反对？要不你想怎来给？其实你想要做啥，嘛毋免逐项代志拢甲我讲啊。尤其是恁帮会代志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知影。恁兄弟人咧做伙，我无想要影响你。虽然咱背后拢讲你是流氓，也毋过我知影你嘛有家己的想法，家己的理想，敢毋是？我的理想就是讲要从菜市口脱胎换骨，用企业化来经营，用正当服务来赚钱，莫社会上人看兄弟人无起。你是讲啥？我哪拢听无？听有听无，迄拢无重要。时到看我安尼做，也毋过你也答应我一样代志。是毋是搁叫我离开百货公司的头路？啊，你著知影是安怎，著爱一摆我讲过一摆。我也毋是讲饲你袂歹，佮再讲，你等来食啊头路一个月会当趁偌济钱？我要带你，你搁毋答应我，我毋知你心内到底是咧想啥。甲你斗阵遮侪年啊，以前迄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过甲会惊。迄个时阵，逐遍你若出去，我就会烦恼，你转来时，是毋是搁受伤转来？每一遍你若出门，我在祈求天公伯啊，保庇你一定要活命倒转来。虽然即摆我是看甲较开，袂阁像以前安尼，逐工提心吊胆，也毋过，我嘛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随时都有可能接到通知，就爱替你休息。我知你甲我做伙真委屈，不过社会这条路，我是无法度通搁回头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下摆你莫搁叫我嫁互你，嘛莫管我去食头路。安尼，若是有一天你无伫的，我嘛有法度通好家己独立活下去。你无甲阮老大弟咧讲，讲看到你来入你嫂，你确实是甲一般查某囡仔无同款。组长，我毋是交代过啊，小市民张老师，现在今日报纸会看见大片，哈，睇看。组长，开清抢银楼，这是大案件，这哪有可能暗砍啦？这无法度骗人啦。遐个记者大拢千里甲顺风去，大拢飞地甲正电信。组长啊，我平常时啊看你掠人，讲你拍火咧，啊是安怎？这边你对廖俊义，敢若特别无共哦。今仔日老俊义，我唔担心啦。我要用高速、乌龙、甲空标，才会迅速一网打尽啦。我要菜市仔到规个整个解散，即摆规个计划
我记者规组都害了了，我是着伊吐血啦！组长，啊，达到这个时阵吼，你无去抓人嘛袂用的。你看，这弹道分析出来啊，讲廖俊义也已经去抢对无？迄吼牵涉到足侪命呢，而且吼有线民来报告，讲今仔日是廖俊义因老爸60岁生日啊。廖俊义吼，伊做人足友好，伊今仔日可能会转去。现在报告整点新闻：在台北市五常街发生一起银楼枪击抢案，歹徒得逞逃逸时，不小心在现场遗留一张驾照。经过银楼老板指认，嫌犯即是驾照所有人廖俊义。当你是咧安怎？对，啦，你迄老啥物啦？喂，对，是我。啥？青岛的台北较要紧啊！啥？你还阁有迄心情伫咧做生意？哎，性命较要紧啊！好啦好啦，有在你啦，上班哦，明仔载转岸到台北啦。我这要山顶迄个老所在哦，等你啦。好啦好啦。欧良，喂，欧良哦，终于出代志啊！你家己爱较细腻。无缘无故安尼出代志，你实在哦有影，愈想愈气啦！哦，你哦。阿妹啦，你落带你去家买恁大爷去，会袂个？我随时解决。你落来，去阮大兄兄，阮大兄开汤仔店，我请你食汤仔。阿妹子啊，我即阵要到心里头食汤仔啦。大个，你甲即阵还阁笑会出来哦？哈！家己较好着。你落，这。好佳哉哦！哎，咱大退掉是无请人退呢。要若无即摆阿爸的面子，毋知要野位倒去。迄若去互问着，咱惊死。本色落满就是本色落满。看阿爸以后哦，伫个人的面前敢佫下摆无？要哭了无目屎啊，要晓摆啥？大兄大嫂，二兄出代志，阿爸一定做烦恼的。你搁讲即种话？阿爸安怎？知门关条条，叫也叫袂应啊！啊，有摆互我入去。啊，向我上内来。天明啊，咱摕你去现人啦。哦，好啦。啊！阿爸，敢会是玫瑰？收玫瑰，看咩？
安怎？你在咧看啥？你看毋捌人去？我恁老爸啦。恁爸若毋是讲较早安尼少年时阵，互恁老母怪去吼，也毋免生甲恁遮毋惊囝伫咧甲阮要拖磨啦。恁爸早就做老罗毛啦，免互即马准爷才伫咧缀后壁来啦。啊嘛免互准爷，互恁店家一个看伊无目家啦。哼！我要来收金，你要去无？我甲你来。哎。尔个，啊，真是啊，规阵甲要拖出去啦！哎呦，做工作嘛，较有灵性了。上这是要创啥物？是要创啥物？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